佛自救醒来，不见母面，又不见仙衣鞋，可在哪边？老母娘的心声。四为娘，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速东奔，莫要再敛。如若是仙衣鞋交与尔等耳，哪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，遮寒地冷，饿了吃松果子，可饮清泉。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，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？母言答：三期末，打开普度，清烧书清寂，请清度佛缘，降道乃为救良善，降劫乃为收恶煞。血泪以余叹子归，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。末节时期，把握经片效圣法前，不畏考验，坚守愿解，共赴龙华极乐国，任逍遥随意玩耍，乘青龙化彩凤，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，任意逍遥游玩，随意玩耍，乘其青龙，化作彩色凤凰，任意去来，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，不惧寒，不惧暑，无数无管，无阴阳，无对待，至理纯然理天，无寒暑冷热，总是恰是温度，无拘无束，亦无阴阳之对待，只有纯然一团理气。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，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，自性至理纯然，通达无碍，故无束无管，暇无事，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，或下棋，或将琴弹弦，暇无事则任意遨游，观赏先天美妙景致，或下棋娱乐，或弹琴消遣。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，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，意之所乐而为之。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，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，吃的是仙桃仙果，喝的是琼浆玉液，穿的是仙衣仙鞋。仙桃果含